又不能整天让他们上厕所。也许我能让他们处在一个买的状态下。乐视，对，就是乐视商城，这是我给自己的电商起的名字。哎，那个起照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阿里鹏鹏。不需要，我们盛东城内有东南西北4大集市，每天全国各地的货物源源不断运进城内，不需要你说的那个乐视，还有阿里鹏鹏。皇上，我实在是因为这些日子后宫里的娘娘们总来找我闹事儿，没有办法才想出这个万全之策呀。这和你说的乐视又有何关系？皇上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您啊。为了朕？您总去幽兰殿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而且反应非常激烈，只是没有人敢在您面前说罢了。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所以我才想到这个办法，让那些后宫的娘娘们有一个精神寄托。朕要是不答应你，倒是自找麻烦了。可不是嘛，我这是在为您排忧解难，才不是为了一己私欲。有一句亘古不变的古话，让全世界的女人都能够忘记儿女情长。You need to cry, dear。直译过来就是哭吧，宝贝儿。但是今天呢是音译，就是有你的快递。不管你是生病、失恋、挂科，还是3天没洗头，只要听到这句话，所有的女人都会瞬间精神抖擞、容光焕发，整个世界充满爱。你所说的这个乐视，真有这么神奇吗？那当然了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别人做不好的我们做，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做。我们这个乐视商城将建立一个开放闭环式的生态系统。哎，生态你懂吗？啊？果真如你所说，有了这乐视商城，是否就能让我们3天内吃上西域的水果，10天之内收到南方各省的奏章，1天之内喝上北郊的羊奶了？那算什么？只要在我们的乐视商城背后再建立一个快递部门，一切就都完美了。哎，快递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飞毛腿快递。好痛啊！我受不了了！别出声，受不了了！忍着。疼死我了，九哥！我的手已经不是我的手了。何止是你的手啊，我的手也不是我的手了。你说皇后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样写下去会把咱们给累死啊！这件事如果办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。鹏鹏果然是个有雄才伟略的女子。唉，罢了，每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我这种苦哈哈的男人。快写吧，不然到明天都写不完这些快递单。哎，这飞毛腿我倒听说过，可这乐视商城是什么呀？准是皇后娘娘为了讨好皇上使出了什么新招啊！哎呀，管它是什么啦！听说卖的东西又便宜又好，这不就够了吗？就是嘞，凭着俺们和皇后娘娘的关系，她肯定会给我们贵宾待遇啊！你很烦呢，干嘛要随人家讲话了啦？真是的。听人说，只有成为这位爱癖，才会享受这样的待遇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要成为第一个唯爱癖，你们谁都不可以跟我抢哦！没有人跟你抢，你本来就是个屁！我才不是，你就是个屁！今晚务必要把这些货给分发完毕。赵王放心，今晚您就歇着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兄弟们一定帮您完成任务。孺子可教，干活吧。我先眯会儿。干嘛呢？这么快就干完了？赵王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兄弟们都是粗人，都不识字。哼，没文化呀！
没文化呀，真可怕，还得本王亲自来动手。放下吧。